了，以上前面有人聊过，係話轉到呢節目嘅現場咯，節目嘅老意思哦，大部分大家係係佢按多年來後，加整理出來嘅都了解讀生活當中做得內容到了解漢藥房安全啦，或者是冇乜大問題，已經講到了解頭先讀了天意台啦，然後大家都了解到按到係講鄉親朋友知道有衣服按門啦，有乜嘅像講設計有樣板來做是做過，有問題咪做得打電話到現場來，像呢一下轉到呢啲節目當中，頭先讀天意台時間，我記得老醫師經講到了解頭那麼嘅未有漢藥房做的用假時係啱要知道，呢啲嘅了解石頭那麼嘅石頭那麼水啦，也係講到呢啲有一種炒股咪做得了石頭那麼，我想都冇想到講有其他漢藥房做得了石頭那麼。係啊，你熱天哦，頭皮凍焦啊，頭皮破啊嘛，凍到啊，這種是我覺得凍咪做噶，這樣就反正講脂漏性皮膚炎啊，冇啲凍。有時講到啊，了解呢啲可能現代人啊，體質衝頭惡熱。壓力太大，推車這邊都唔好咧，唔好咧，都嘅，你講頭皮啦，我頭那破咧都全部出來咧。係啊，你咁講，頭髮已經叫強壯話清潔啦，你頭那膜叫通去清潔啊，通去消染嘛，吼，你就給人家用啲木龍子啊。你下講到木龍子、石頭那膜水。其實你嘛凍到間你來買嘅東西，唔過佢肯定講佢化學嘅東西嘛凍到呢。所以你用即刻去做咧，石頭那膜喺度水。你講到你間木龍子，我就發現講，腦部咪凍到講你係啱係木龍子做嘅，唔過就從頭先醫生有提到，假使做得自家來做，當然是自家來做。頭髮人啊，叫用洗米水啊、擦米水啊，還有講木龍子啊。木龍子，講到你木龍子哦，可能當到鄉親朋友係佢透過嘅係幾日咧，嗬，你嘅你一下度講那邊嚇後巴孫也係那邊山紅全部染得到嚇。冇人染得到，咁中藥房就買咧。漢藥店是有咧，唔是當去你嘅講到高級啊那邊去簽咧。係啊，咁講你買時間吼，你就問你做店嚟做調價，你就問講你唔辦件啊，你辦咗講，佢就講你好就講光澤嘅。所以你假使係自家係染嘅了解木龍子，你就冇辦法去挑脱，全部掃咗來整個款。你係做洗澡嘅係嘛？洗澡嘅，嗬，你有冇學落菜一般攏洗澡，咁我濕嘅佢後尾快開去啊，嗬，一般好污嘅，好就講好就亮，好光澤嘅都見到用啦，嗬，所以通常用布包起來。哦，是按用一張按用染咯，嗬，你一直做得用了解布包起來，嗬，包起來過後按就是。做得直接用咧，係直接用。其實一種最天然嘅一種翻譯講天然界面活性劑，然後就係一種用水通油控下，聽講擦骨嘛，係一種當清潔嚟，當一種活性劑嘅用料啦，吼，還有一種都凍櫃啦，哦，還有當到落菜啦，最重要就係木龍子。好，來 Andy 看到了會有些凍櫃，吼，了解皂莢，按用講什麼？係，了解皂嘅洗澡嘅了解。用嗎？用嗎？嘿。好，韓國木龍子，木龍子是30公克，哈，了解用。自家係真啦，哈，也係全部係長一樹地白度。最好係問中醫師，冇就看下地白樹，找人從作坊嘅挑價來配合好。係，看你一下重新係分開來做麼？你木龍子係單同一張。係，你講洗擦骨咪為咗起泡係麼？強壯一條木龍子嗬，你攞個強壯佢咪起泡，你切開啦，好嘛？好，來 Andy 一下嗬。老意思哦，來示範看你木龍子哦，你一下唔啲嘅地白度啊，用冰落水嘅地白度會起泡嘛？是粒用地白，補地白，嗬，嗰度地白已經高高嘅。一下嗬，其實你講到從擦骨一下子佢就破嚟嘅嗬，你一假使係一下度現場啦，嗬，你鄉親朋友你節目係直播嘅，嗬，直播嘅，你老意思你一下子係用見到。洗啦嗬，洗啊！我發現你水嘅色要變出嚟，嗬，要轉色嚟咧，嗬。轉色表示講佢嘅你一個應講到木龍子地白度會買新款做出來嘅。佢個地白應種皂素，皂素是做出來嘅。從擦骨嘅水用咗。哦，按用音啦，嗬。好，你要是洗幾個時間？一般2分鐘，講洗下，應該就起泡。你一般洗好洗嘅天上都可以。都好啊，因為就天然，應該是到我相關。好，就得好。天然嘅皂素。好，你一洗好過後咧，係啊，皂素洗好過後。你就再開始洗嘅挑那膜啊。你一下就拿嚟洗挑那膜咧。然後又做唔得洗，你喺度講多做唔得洗。好，洗挑那膜就已經夾擺都冇相關。已經洗幾多擺就冇相關。係，你啱啱就洗3-5擺都冇相關。已經洗夾擺啊。一出得挑過那。
拿來洗頭那麼之外，還有拿來洗衫嗎？洗衫。係啊，還有就是挑完啲摸啊牙梳啊。摸牙槽啊，有係。即係埋落做啲洗牙齒啊，沖牙齒啊。哇，睇個已經食材嗬，都天然，都抗甜，都環保咧。係都，呢個冇像講嘅化學按醬，你講嘅呢個化學都凍嘅啦，其實都對人哋皮膚都唔好，尤其皮膚就上條嘅時間特別唔好。你一最天然嘅。可以咯，佢講誒微鹼性，哦，可以對皮膚最溫和、最摩擦嘅個部分。安樣很好，也是做得直接來洗咧。不過頭先講到要按到嘅兩個成分來講，係冰落、地白度也係另外個有一包。誒，你一定要其他落菜嗬，誒，你會要凍櫃咩？凍櫃，你自家回來，按照煮煮啊，同你一做水分享下。哦，啱啲咧，所以兩道東西嗬，你自家用啲水去煮過嗬。煮過後，離開過後就撈你一間木籠子，不用強下啦嗬。對，看你兩味啦嗬，兩味都要要將兩個講到簡單嘅一隻圖啦嗬，先撈兩個頭先按到種嘅肉菜。加啲水，加水去煮嘅。水要幾多啊？一般都蓋過就好咧。咩時穩煮嘅點個肉菜就做得咧。咩時穩煮嘅飯嗬？誒，煮水哦，即係肉質啊，藥液嘅部分嗬。但水拿出來，啊，同啲糯米粉啦啦。糯米粉撈去攪俾軟來。係叫潤嗬，啊都講哥。糯米粉係本啲哥嘅意思啦，呢個天然嘅複形劑咁嘅意思嗬，啊就轉咗乾咗啲盤，從落嗰啲哥從牛奶從落，喺肥條那麼凍河，所以因為發展嗬，咪凍軟啊，凍要攤前咁凍河。我呢個條那麼我嚟講會下軟，韓國下要兩個用攤前啊樣，哇！條那麼係咪掉法？有啲人條那麼凍咪綠，嚇，有啲人條那麼佢可能凍咪燙睇，嚇，香皂咧。哦，你到嘅問題全部都得改善。凍河啊，種滋潤嗬，一種保濕凍河啊，跳那麼好，唔係綠體啊，唔係開啊，凍河啊，要見跳那麼繞啊。所以跳那麼為繞來講啊，頭先講到嘅壓力太強唔好，不過跳那麼燥死嘅人咧，佢係乜嘅原因啊？一般都講好燥嘅嗬，呢種乾性髮質嗬，呢個好燥嘅髮質嘅時間用何首烏。係何首烏凍河，啲凍到嗰啲軟。來，你講燥氣嘅朋友，你咪要兩個方法。頭先講到嘅，你頭前一集按照木籠子啊，來洗你也是係針對頭那麼油嘅人，你係對兩個燥氣。你講你係皮膚好燥啊，你係沖邊好燥，你強壯是啲烏嘛，強壯，還有糯米粉，還有講天門冬，還有何首烏，兩個看得到。佢係對跳那麼保養凍河嘅。不過你係講何首烏，係洗跳那麼就水哦，佢買化學嘅。而家講到何首烏嘅上道咧，嗬，一啲何首烏講到來韓肉來講啦，嗬，佢係一本跳那麼做得變污嘅呢。係，梗係用時間，呢啲咪凍到一個軟磷脂嗬，對啲皮膚嘅抗氧化凍河。係，所以何首烏本身哦，佢就對啲嘅皮膚烘血啊，就幫助。呢個中醫講補肝腎。都對貫通繞子就補起來保養嘅部分嘅作用啦，嗬，所以講有啲肉菜呢，強壯再看下呢種嗬。係啦，人嚟看下嗬，頭先按到肉菜強壯一啲，而家講到啲肉菜嗬，有啲人講韓肉菜啊，用呢個用灰嘅，嗬，啊啲係一啲全部用鐵嘅，你都所知嘛？係，一講就講一種啊，用陶瓷鍋嗰種嘅，嗬，呢種最重要就不鏽鋼鍋。哦，做唔得用嘅，你講嘅鐵鍋係阿魯米嘅，鐵嘅，鐵嘅嗰種做唔得，嗬。鐵嘅撈阿魯米嘅做唔得，那種不鏽鋼或者陶瓷鍋，嗬，呢種啞巴媳婦，嗬，仲加係煮好好啦，嗬，加落水啊，同佢過緊糯米粉啊，然後我高醃醃啊，然後就喺那洗跳那麼，因為跳那麼好燥啊，因為就用啲那種何首烏洗跳那麼就水。係頭先你要講到啦，嗬，你一禮拜可能1擺2擺，嗬，用兩來台，咁樣打成鄉親朋友佢是可能時間還做得佢等你來洗咧。先咪凍河咧，本身從一隻家買凍燥，呢隻家本身係跳那麼係燥氣，係，啊就用啲落水嗬，即家冇從一牙前一睇下通劉老師講，即家牙前，咁咪用即家啲部係寫嘅，嚟做嗰種嘅啲牙梳啊嚇，牙槽啊，攞講埋凍河，用牙前咪凍河啊。前幾年嗬，呢個老醫師講，佢看佢小氣咯，小咪咪嘅種就啲呢個看到呢個牙齒僅僅是凍空氣咯，嗬，呢個所以咧是唔是講貼片啊，嗬。
这牙齿唔好的时节，又会请那个牙科医师哦，你安样做唔得啦，安样吼，假使啥都照你的方法做的时节，那个牙科医师可能是哦，你时节佢都冇生理好做咧吼，哦，你是讲到那个，你那个做得切假哈，简单都来做好保养啦吼，那个你乳性嘅吼，用年年什么问题？早嘅，年年什么？照来形容，那种好浪天的时间啊，皮肤好照，天那么好照的时间，你就一礼拜嘛，用300来洗，吼，每一天讲洗了发好的东西，你用了韩服嘅、韩服嘅、韩风嘅，吼，来你讲腾手，吼，你讲那种部分的时间来用了嘛，当好。嘿，你啱发现到你下最做好过后就并不量嘛，吼，那个容器你要特别来注意嘛，那个用买东西来。係，一般嗰啲韓國菜吼，你又幫佢保存好好，你用玻璃罐、玻璃罐，冇用那種陶鍋、瓷鍋，誒，你講冇用塑膠係好，冇用好好啦。安樣啦，嗬，盡量冇用塑膠嘅啦，嗬，你一下講到嘅適合你嘅。頭那麼哦，嗬，因為韓國造嘅兩種是小概本體價，你一下嚟嗬，見講到，你嘅皮膚什麼嘢嗱，你一個。仍然吼，2-3公斤的那个保养品吼，高度面當咧，你2-3公斤的那保养品吼，高度好，皮膚可能就當好；高度唔好嘅，你皮膚是吼，你建議啦，是見來見差咧，就像講到過敏啦、會發炎啦，你安多嘅問題，你也會有也跟講嘅收斂水吼。你是算係咪化妝品嘅一種啊？係啊，你講當到什麼啊？佢係該那個毛孔凍促態啦，毛孔促態啊，用啊。跟住叫做種是化妝品用挺多，像熱天啊、出油啊，你用那收斂水，叫做幫你皮膚好鎮定。好，對，講到一個消燃，你個幫佢個毛孔做得收縮起來。係，那種咧。當歸、薰衣草、收斂水吼，凍櫃打攏滴。凍櫃大家是滴，你係對人哋嘅了解循環係冇，較好到嘅係冇。啊，地方就薄荷吼，清熱，泡泡做得清熱解毒，鎮定哦，止痛都凍好吼。啊，你薰衣草佢本身咪香氣嘅，對人哋毛孔旁邊嘅香氣嘅順翻咪好好。所以應講噴到你個面紅，哇，你個人哋嘅面部規則嘅了解循環好咧，推車。好嘞，你皮膚自然是白強，自然是醬料。好，那種細嫩哦，皮膚好強力哈。咁我就用喺廣東時用薰衣草，咱我不當到佢用喺講嗰種嘅香精精油啊，嗰就好唔好咧？因為佢買咧做菜來唔好。哦，所以係建議大家啦，嗬，用藥材來做下啲動唔好咁。你一個像講愛買片的吼，比如講薄荷愛買片的，比如講薰衣草愛買片的吼，你一個片的你提煉好嘅，用講真緊的啦吼，你咪唔知佢地步都要嘛辛苦，假使做得切假去買兩個韓藥材來做吼，你一上去攞啲收斂水啊，你用板來做喺家下，你像你一個老醫師哦，技術來老大家來講，先到了位哦，來聊下。